亚板块是ใน台湾，从北到南，如有几多个相应嘅温泉，许多地点也如果接近客家庄。台湾嘅温泉开发对日本输嘅都开始嘅，有按丰富嘅资源，温泉观光应该系旅游发展重点。不过按多年来，因为缺少个通盘嘅规划，有嘅蔬菜一路以来，人还冇少过，有嘅是在成功转型，不过有嘅是悄悄没落嘅。台湾一个清温暖嘅产业，要用嚟提加热暖手来呢。请家林王宣勇带大家去了解。受到2万年来提升润塘面积并冇大嘅台湾，因为地质关系，有前度丰富天然嘅温泉。烟台九界已经有1-2万年，少数算较后生嘅温泉也至少有几千年。台体为在好过起嘅台湾温泉，除了润林、中华、老澎湖3只人，差唔多全台湾都有。从体力上看，台湾温泉本着2大内塘，一只系北部大屯火山起域嘅硫酸泉、老染酸泉，另一种内塘是系纵容山脉2片，占全台湾8省以上嘅甘性碳酸泉，和产自嘅多样长途，大约世界上有嘅温泉都做得到安尼俩看到。分两嘅起域。一个就讲系火山温泉，就大屯山系、阳明山啦、北投啦、金山、万里啦，一个起域系属于火山性的温泉，记住温度较高，或者刺激性、刺激性的温泉。过其他雪山山脉、中央山脉一2座山的2片、东西片，全部碳酸氢钠泉，就是所谓的美人汤。分布非常平均嘅台湾温泉，差唔多大家人气嘅人，只系用2点钟就做得起到其中一起。按里片又有优势嘅天然资源，当然就唔得唔好好利用。尤其因为地理位置，温泉观光其实与起了客家亲有关系。台湾人21年期，最主要全部都河坝水，过个就嘅国土啊，都可以拍500到1000中间。而且客家人喺啲地方啊，丘陵地。就500到1000嘅地方，故所講21年地方要當到客家人都個係群欠起來嘅，有乜嘅事情任勞任怨就會嚟做，不過第一點當到耐心，因為有耐心嚟講對人係可以親和一個照顧嘅方式。第3點，客家人親會做菜，人家就不管客家菜也好，康麥嘅菜也好，康麥嘅槍麥嘅，故所講客家人嘅經營嘅温泉係一個最好嘅產業。從北到南，由西向東，除了陽明山，包含苗栗台岸、台府、新莊內灣、尖石、台中國館、南投國城、屏東西涌海、花蓮水美、台東鹿野，確實有温泉嘅會所，都有遇到客家鄉親佇遐歇，也係經營事業。非常嘅滑，也係屬於弱鹼性嘅碳酸泉，pH 值差唔多7上下添。一般個人挖出來係美人湯，美人湯其中也都泡起來呢，當挖呢，那個河洛話講骨足骨的啊，客家話人就講當挖啦，確實就當挖，太湖挖出來總下都1200咩，像一片嘛1200啦，佢800，日本人佢就講哦，有人都魚湯啊，魚湯就講黃天泡嘅湯啊，要800都當挖嚟啊。銀行來到當初來到感覺到奇怪，人家水係乜嘅有出mạng東西啊，然後人家東西係碳酸泉，佢跑去啊當挖，當挖那種感受哈，即自己要來體會。包含客家提起在內，要按到何資源，台灣嘅温泉觀光應該係旅遊發展重點，不過其實就唔係完全一樣，因為台灣温泉觀光雖然從日本時代就開始。不過200年來，一直冇通盤規劃，甚至特別出手發動一個人潮冇體力，就造成產業重蹈嘅現象。2005年1窩蜂全部台的落過一些到2006、07時走入在往下滑的階段到08年呢經濟風暴都有些是前唔好做嘅啦。潛水嘅温泉熱潮本業者想才來做，不過係個冇長期計劃，温泉區嘅相機總講係一本檢驗。像係南埔、西涌海、東埔地本、冇就中埔鹿山、國館、
或者因为气候影响，或者因为交通唔利便，就算温泉嘅品质还能好，伫观光产业上，长远就冇办法恢复头摆嘅好光景。头摆是台湾四大出名温泉嘅四冲海温泉两位，都经过200年嘅历史过后，也下几条街路看得出去，长远点情，冇乜嘅闹热。当然，两位嘅温泉事业出现乜嘅问题，南摆系咪要做啲重新搞起起来呢？是系台湾四大温泉，由伊到河洛克大嘅四冲海温泉区，日头冻来嘅下晝頭，行業兩條遊客減少，温泉盤點也冇多，加減就得講係温泉改革點錢落改，食材前難看出來，頭擺是按風險過。市中心到位置一直走下坡。其实，在台湾的那个经济发展，我们都知道，从70年代10大建设开始，台湾的经济一直往上起飞。好，那当人有钱以后，他开始追求就是精神上的享受啊，或者是那个精神上的一个不一样。可是当台湾很多新的一个点出来以后，可是市中心相对它没有在转换，它没有跟上这个时代的潮流去转换，它只还是一个非常古老、非常旧的一个经营方式。亚台湾有当多没落的温泉区，可能受到嘅湿气嘅影响，受到嘅水源变化影响。比如讲，天同过后，温泉就改替咧，或者是因为消费习性的改变的影响。故说讲，伊个温泉区啊，佢差唔多7到10年唔做调整，改变。当然要改变同样温泉的知识、美食等等，要做的配合。石台东出名嘅温泉区，就因为时代改变、现实冲击，一下变作前难经营。汉先不论体力环境，也系外在条件，了到没落嘅温泉区，又会容易改变。一天都有后辈消费群的在支持，那消费群呢也要支持一个体系来讲，唔只有特色，你像讲关子岭，佢就有泥浆温泉，佢有特色。你像绿岛有海底温泉、海水温泉。故说个台湾来讲啊，北埔火山温泉，又有东湖的海底温泉，也非常有特色。确实，不论系温泉，也系任何一种行业，都提出要有强烈特色，创造在声音主义，增加自家竞争力。尤其明明系一只温泉王国，台湾嘅温泉发展实在冇应该是有基本嘅规模，所以呢几年有啲温泉区，韩国开有想法嘅业者，所以有心还系发展到唔会难。呢下除了北台湾嘅阳明山、北投、礁海，因为围菜都废弃嘅潮圈、因草卡问题之外，其他温泉区做起来相对辛苦。不过机会总系要自家签，从苗栗嘅台安、台府两大波，就因为观光资源以后，变成了今年少数新工新基嘅温泉区。我们泰安温泉区的泉的话，它是碳酸氢钠泉，所以你碳酸氢钠泉的话，它有去角质的功用。那去角质完的话，你的皮肤就会，它的角质层跟油层被去掉之后，你的皮肤就会变成光滑又细致的那种感觉。这边的温泉我特别喜爱，所以泡起来的话呢，就是身体感觉到光滑然后呢，感觉起来的话呢，就是身心的话呢，就是还蛮挺轻松的。最主要啊，泰安也想开发还算是处女地，开发较少，保存也较天然、较原始。温基法讲也系较落后啦，落后有落后的好处，一下来讲像印度摆水灾、南部啦，较有开发的就受到伤害咧，也想很非常的好。你普通的地方可能泡个半个小时你就想走，在这里不是，你可以泡2个钟头以后，不够嘞，3个钟头还意犹未尽，还一直想泡下去。秋秋呢，他每天都在带，佢就在食饭，在爬山，在身心的养生、乐活，全部做在清河的个活动的呀。地理条件咪清河你看就推北下来拖山下来推动在汉澳区。高速公路下来7车道，差不多30分钟就到嘞。
所以你的地理位置轻重要哦，啊，对那个温泉业咪真好嘅帮助安尼。本身有这个温泉，国家富强嘅草莓、老农产品丰富，当然写到嘅大量印钞，本台湾台府列为创造十分大商机。尤其一切有新业者落来，喺那本规则企业嘅观光维持的水准以上。冲界、盆界、SPA界、新兴界进温泉设备，本传统温泉增加了发力嘅气氛。喺一只温泉区而有喇叭魅力，设计感韩国相关投资也绝对做唔得少。你系设施咩讲啊？别得，或者温泉是做生意，我很简单啦，青岛的东西配合到哈。以前有青岛的配套的该，包括那温泉的温度哈，或者SPA的设施，韩国安全的考量，哈，韩国卫生品质一天而顾。你要这个系那温泉了，你要好困难的所在，所以你要做好好一天而投资啦。最重要的哈，它那个来看出去的 view 啦，因为我 view 嘛哈。有张人讲按照 view 呢，你看起来泡温泉就空气如好，景色如这样，哦，啊泡起来如舒服，啊你对你的身体健康一天有重大帮助啊。面对要求更来更高嘅消费者，温泉区停出嚟求新求变，从老四项日本新冇强用，改用南洋风格，或者想办法打造闹热温泉街两条做法，创造得一切做到人客嘅心。市场哈，而有个区隔了哈。大概一窝蜂啊哈，日式啦哈，中式啦，还有一般的欧式哈。啊，你要是巴厘岛的风味是一下特殊的地方了哈，因为巴厘岛很一般印象中很热情的哈，啊，但是温泉呢很冬天的，啊，冬天有些是差别之光啊，冷天时找到鱼，热天时有鱼来呢，哦鱼唔得，哎，安热咩？巴厘岛唔会啊。camp sale 位哈，就是讲汉一拜在那安布特位好一种样诶。商店街啦，甚至就是农产的那个呈现的地方啦，哈，还有一些就安布头而去讲一下，可能很较欠少，所以也蛮希望政府对这方面的哈来多多来辅导。不论台湾也系通体温泉区，台湾两项天然资源，既然按丰富又按多用，除了都可以多项加强，韩国相关单位好好规划。南摆台湾嘅温泉发展，係唔係也應該加天通頭腦，研發新嘅思維呢？頭擺講好教有神氣就好咧，但是一下唔係，人對身體要有幫助，用保健也好，養生也好，一方面呢，一天係人產業經過一行嘅路線，當然亦係要保養療養，一重複嘅路線嚟行。从你的神经哈，神经痛啊，关节炎啊，胃肠不舒服了，用温泉哈来做哈，清道哈，慢性的来清道啊，天天的来做，天天的改善哦，清好的方式啦。唔係講啊，你搞轉去啊，成日都講啊要多一個唔係因哈。改變跳擺只係教水嘅現象，有空前效果嘅温泉。一下全台灣21隻温泉區。盡力嘅簽機會，創造海南國附加價值。另外，嚟只天公伯本屆珍貴資源，都經過加萬加千年天然潤育過後，滋潤有4千人嘅信心同時，而讓海南3萬建設機保護按少年嘅產業，其實係一隻重要嘅工作。